讲到即马，真侪人伫网络顶头用老话讲呛声，甚至是甲人恐吓。来看这个宪法法定19裁定国会这款修法法案暂时处分了后，就网友伫咧司法院的面册顶头老话恐吓到大法官的安全。警方随派人追查，锁定一名伫咧做保全圣诞的查甫人，今仔日去伊住的所在掠人，甲伊上班。这嫌犯说辩解讲是情绪激动，才会老话讲恐吓你。写着点名大法官柯宗立讲，社会上有传闻要甲伊追杀，可能我都安全来退休。老者话人也讲，真期待看到这一幕。另外一节要求大法官爱心说好，卖自杀的声明，也真小心身躯边任何信息。后壁也附一个炸弹的图，这个恐吓的意味是真高。依据涉嫌写这话恐吓大法官姓陈的查甫人，警方离到伫桃园大所在，甲人抓到。警方讲，43岁姓陈的查甫人做保全，20伫司法院的面册写这话恐吓大法官。伊向警方讲，只是情绪真激动，才写这来呛声，并无实际上要采取行动。据他所称他是一时气愤，在网络上留言依恐吓公众、妨碍公务罪移送台北地检署来做一个复讯警方依法移送检调侦办，检方认定涉犯恐吓慰安这罪嫌，下令交保1万块。原来宪法法庭19裁定，国会这款修法法案暂时处分了后，引起激动的民众不安到司法院来破这误杀。即摆佫出现恐吓的言论，司法院也呼吁民众爱冷静。超越了这个言论自由的界限已经是这个影响大法官人身安全的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个是自由民主这个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司法院讲，大法官是依照宪法行使职权，依法也超出党派独立来审判，未受到任何的干涉，也请民众莫超越自由的界线，也请各界理性自我节制。记者综合报道。